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豪仔，今日為大家推薦線路團號 BJX160，純玩不購物，絕無自費。江西避暑勝地隱世秘境乾深小鎮，暢玩山泉水泳池，打卡天空之鏡，2晚連住核心景區別墅，純玩3天團嘅。咁我哋呢個行程呢，全程會食足9餐。咁呢個乾深小鎮呢，係國家嘅4A 級景區，景區負氧離子濃度極高，地處青山綠水之間，帶你遠離城市嘅熱浪，天然良景讓你邂逅一下心涼。隱藏山林之中，環境優美，有住隱世秘境、世外桃源之美稱。呢個我哋住嘅核心景區別墅呢，係我哋嘅鏡心湖別墅啦，位於乾深小鎮內山谷之間，依湖而建，靜謐而清幽，湖光山色一覽無遺。特別安排呢2晚連住同一酒店鏡心湖別墅，或者景區內同級嘅。無限次任浸20幾個唐韻風格嘅露天溫泉池，暢玩我哋山泉水嘅泳池。當然仲有一個細心嘅安排，每日首團前18位報名嘅話呢，我哋會升級約500尺帶獨立泡池嘅竹林獨棟別墅。仲會細緻安排2晚當地嘅特色宵夜，全程食足9餐。聽起身係咪好心喐呢？心動不如行動啦！快啲叫埋你哋嘅親朋好友過嚟一齊報名啦！